不，谢谢。那个他大门坏，谢谢。即马重点是头前。各位长官、诸位贵宾、各宗教领袖、一贯道全体道亲，大家道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竭诚的欢迎各位来宾来参与今天万民祭天祈福大典。首先恭祝大家福体康泰，天命永昌。一贯道仪式即将开始举行，请各位来宾保持肃静。一贯真传护台湾，大道弘扬新中华。一贯道万民祭天祈福仪式开始。奏乐。全体司令，恭请佛光，恭请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、张明志副理事长兼清华副理事长，请佛光就位。好的。
行献凤梨，各就台班，奏乐。列奏，祝贺之曲。
贵宾、来宾，请坐下。恭请一贯道总会荣誉理事长韩荣誉理事长献结缘香，分县由方副理事长兼副理事长献结缘香，请就献香位。县上县三县三后手，一后再后三后手，起坐。一县乡里必上手鞠躬。推。对面坐一，各就拜位。坐一位。三后手，一后再后三后手，起坐一，二前进就献位。坐一，后两位跪。三后手，一后再后三后手，
端。聚眉齐，先。聚眉齐，共一先。聚眉齐，一后走，一后走，长进后先。大清下国。动一后走，一后走，端。聚眉齐，先。聚眉齐，共一先。聚眉齐，一后走，一后走，长进后先。上手居中。动一后走，一后走，端。聚眉齐，先。聚眉齐，共一先。聚眉齐，一后走，一后走，长进后先。
坐一后一后端举眉齐肩，举眉齐坐一肩，举眉齐一后手，一后手，横进后也。坐一后手，一后手，坐一回，三后手，一后再后，三后手，齐同坐一，后退归拜位，坐一回，三后手，一后再后，三后手，齐坐一，两边分班，对面坐一，献贡礼放手鞠躬，会。
心心谈理，各就开吧。正月。请他等就县相会。众一归。县乡五柱，一县，二县，三县，四县，五县。五叩首。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首。起。众一县乡比比归班。全体注意，两边肃立，静听请谈。各列起班，聚走衣冠。横见听宣，八卦如东起祥烟，玉化圣母降云坛，官地居主陈阳佑，28宿入瓦坛。王父四堂之眼，右子左子河边，别部空部，腹部龙部，各显威严。而
力细听无言，经过3天，大道显然，诸部成真，故地平坦，鬼神天子，切莫平王，遇难救难，避灾除烟，遇善相助，遇事相伴，大节远会，心要平光，有力是天，助办天堂，三朝之事，一一享参，不准会议，时时皆然，各尽各职，镇压3天，母命之分，爱无传宣，天道成道，运转不前，12元辰，各尽其天，时势将至，无为特宣。对面坐，一在奏，就拜位。第1位，请坐下。第2位，第3位，第4位，第5位，第6位，第7位，第8位，第9位，第10位。坐，一位。出县乡3柱，1现在现3现3后走， 1后再后3后走，起跪，亚县乡3柱， 4现5现6现3后走， 4后5后6后走，起跪。
张树，七线八线九线三后走，七后八后九后走。一走一归，现将五步。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五后走，一后二后三后四后五后走。一走一，两边分班。第一位，第赛位，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位，第六位，第七位，第八位，第九位，第10位，对面走一，请唐弟放手鞠躬。对。
一贯道万民祭天，祈福仪式立成。接下来，司仪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。贵宾介绍完之后，我们正式来举行今天万民祭天祈福大典。司仪介绍到的行政首长